所以我要搞個 party。我打生打死都要個地道離開阿富羅去 Jason， 喺 Jason 坐大飛機呢度。我哋而家就要做個中國人。其實鮑威爾已經喺之前同佢兩個 friend 夾好晒㗎啦，但佢哋唔知道原來拉登有麻雀天王呢個美譽嘅。做啲乜啊？咦，咁爽！好，輸咗就食晒個全盒。OK， 開始啊！會自摸13招，出到食，唔好喺度望。原來全盒裏面全部係上次食到貓薯啃親嗰隻嚟㗎，所以你有先。多謝你嗰5005蚊美金喎。喂，幾時有啊？遊戲規則有話，邊個反悔就要賠㗎嘛。你哥。你好啦，下個遊戲由我主持啦。咁你又想玩啲咩啊？大亂。好，既然係咁我就用我6個兄弟牛踩屎魚蛋翻嚟做抵押。咁你哋咧？我哋用我哋3個人嘅財產，如果全部對到晒嘅話，我就撤軍。食冇咗啊你！用我哋啲軍隊去搏，你用美軍都唔緊要啊！用我啲財產去搏，作死你啊！有賭未為輸啊嘛！嗱，我上聯。
年